妈对接了。拍拍手，拍拍手，帅哥美女，拍拍手。这张照片希望留给这2对双胞胎，这2个小孩子将来，当初他的妈妈是这么辛苦把你生下来，所以爱友好。你听记无？要靠一个小手啊！弟弟耶，哎，弟弟在这，很开心，那么多人照你哈。多困难，多困，是辛苦是一定辛苦啊，但是看到小孩子就在那也是要为虎则强嘛哈。讲得好。对呀。之后都一切顺利，然后我说他要回亚洲大学附设院接生嘛，然后他才亮出那个签诗给我，结果我一看毛骨悚然，就整个剧本都照那个签诗走。蔡女士啊，她当中其实她也历经了很多求医，到各地求神明、求论卜，那因为多年不孕症嘛，还是一直无法如愿。可是他找我说，我觉得他还蛮乐观的哦。我建议他做什么，他就照我的意思做。那我说记得去开刀，他就去亚洲大学附设院开完刀之后来主持胚胎。那时候主持胚胎的时候，我觉得，我那时候有意识会怀孕嘛，胚胎很漂亮，那果真怀孕，那怀孕也很顺利，做产检。那等到12周抽完母血的糖分筛检之后，他要返回因为他住斗六嘛，要去南投的亚洲大学附设医院接生，一个帮他开机的那个女医师，那他才亮出一个签诗给我，就我一看哇，去给我回，就完全照签诗走。所以我要呼吁大家，我们家里一定要有小孩子的新生命的到来，这个家才是一个拼完最后一张图的一个完美完满的一个家庭。那一个家没有一个孩子哭闹声哦，你会觉得很缺憾什么？那常常很多现在年轻的就是说2人世界多好啊，为什么要养孩子不如养狗？其实这观念是错误的，那是完全不一样。有孩子，你将来你有一天老了病了，也许来照顾你的是你的小孩子。所以我要呼吁，不光是职场化这个问题而已，而是说，我常常会劝病人，就是说，当你老了，当你生病的时候，那上面来照顾，还不是你的小孩子。所以大家要早点，为了生孩子要早点去求治。那只有2件事情要求：第一个，走进卫福部允许的人工协助生殖单位；第二个，赶快去做，不要用问的，要去做。像蔡女士，她就来就也不问啊，就是做了就成功，就龙凤胎，就这样子。问太多的人都不会有怀孕的结果。如果说父母希望有小孩子的话，真的要尽早啦，好，不要说等到年纪大了比较辛苦，又像我一样比较辛苦。对呀，我都要积极，我都鼓励想小孩子的就赶快积极去做这样子。科技上有机，那现在的科技也都很好啊。谢谢蔡医师啦。对啊，无囡仔咱唔知，有囡仔才好，你哪会？对呀，你常常讲我喜欢平常心还好啦。你如果早点找我的话，你早点清楚沟通了。看看的，就那个啊。也是另外一个大陆已经来取卵过了，你那个。